社群贴文，复制啊，然后这个社群贴文，然后要贴到那个影片的说明栏，影片说明栏，新上传的，新的哦，你看这个新的上传的。有贴上去了啊！说明区还有本频道的社群，刚刚是从本频道的社群贴文去复制的，然后要观看那个字跟字之间，还没有上传完毕，上传完毕会有这个像第三个有缩图，4、5分钟还是8分钟的影片啊？有这么久吗？要上传这么久吗？然后你看它影片的说明里面的那个文字啊，看那个文字有没有那个什么标点符号啊、间隔的？你看还没有办法看呢，这个就是表示还在处理中。你看哦，这影片跟短片秀词 S 要大写，秀词 S 要大写。那这个标签通常都是用小写的，前面加个井字，你看井字号 YouTube 井字号下片，井字号秀词哦，3.1亿部3亿1000多万部的影片了嘞，短片哦。据说了，观看没有达到30秒，可能对这个观看时数没有什么帮助了。如果不列入计算的话，真的是帮助那个曝光了，频道曝光了，增加订阅量而已。观看时数好像没有什么帮助，还是要做长片比较能够观看久一点的。要做那个声音的影片也可以的，或者听音乐啊，熄灭荧幕，关掉荧幕了啊，来听音乐啊，听剧啊，听说书啊，听讲道理啊，这个影片也不错了。年纪大的话，看那个手机荧幕，小小的荧幕看久了眼睛会干涩了。年纪大的话还会流眼屎，老目屎哥，哎呦，肾功能虚了，久坐损血伤元气啊。而且听久了，耳朵还会痛啊。都是要中庸之道，要节制啊。然后有这个夜间观看模式，比较不会有蓝光伤眼睛。刚刚上传的不是短片呢，你看还没有出来。这个先看看。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要看影片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？已上传你的影片，然后按底观看。
你看很多咯，上传没有成功。在这里有没有看到？观看呢，进书表的讲义诏书，有收图的就可以看了。你看，现在是要看那个说明区，把全文都贴在说明区了。点按这个向下的那个 V， 你看说明区，哎，有那个符号还在耶。文字之间有那个好像类似标点符号的那个间隔，那个符号还在呢。你看，把那个著作啊，把那个写文章哦，著书立说编的啦，294卷了呢，1362年的历史呢，通史哦，编年体哦，编年体，年为经，事情为伪，经为分明，你看编年体。通史哦，不是正史哦，正史是纪传体，帝王的本纪、人物列传为主，它这个是记事情为主，帝王的重要的事迹啊，所以它都叫做纪啊，帝王本纪啊，载记啊，不过它是写那个记录的记啊，用那个记哦，来做那个卷名。所以它主要是要给帝王观看的，做那个政治统治管理国家的参考。历史使人有智慧啊，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。西洋人好像是洛克还是谁说的，知识就是力量啊。那中国古诗是《史记》还是《战国策》说的？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，前世没有忘记，可以成为后世的指导老师。所以历史有它的这个借鉴的功用。资治通鉴，鉴就静止嘛，通它是通史，资治就是可以有帮助于统治国家。